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嚟講呢個光環效應咧。咁咧咩係光環效應咧？佢就係由一個心理學家愛德華桑代克喺1920年第一次提出嘅，係指咧某一個個體會對某一個人、某個或者某個事物嘅整體印象咧，影響到咧對佢成個實體具體嗰個屬性嘅評價嘅。本質上咧，佢係一種主觀印象嘅遷移效應，即係當一個人佢對一啲事物嘅某方面形成咗一個正面或者負面嘅初始判斷之後咧，呢個判斷咧就好似一粒光點咁樣，然之後咧就散發一個光環一樣，去覆蓋到其他唔相關嘅方面嘅，從而咧去扭曲咗對嗰個事物嘅評價嘅客觀性。咁呢個就係光環效應啦。佢主要咧係強調從一個單一印象去泛化開嚟。咁咧呢個光環效應嘅核心特徵咧，就係從呢個片面性去延伸到呢個整體性。一方面，呢個人咧係會傾向將呢個事物視為一個統一嘅整體，好難將呢個單一嘅屬性去分離出嚟進行呢個獨立嘅評價嘅。另一方面，一種泛化咧，佢往往係基於某一種突出嘅特徵，去忽略咗其他屬性嘅多樣性同埋獨立性嘅。呢種偏誤咧係日常生活中都相當普遍存在嘅，佢會潛移默化咁樣去影響咗人嘅決策同埋人際認知。我哋舉個例子嚟睇下先，譬如喺一個老師入邊，佢教一個學生咧，嗰個數學老師教一個其他學生嘅數學，咁有個同學仔咧，佢數學咧佢係特別好嘅，特別好啦。咁咧佢往往會俾啲老師咧貼上呢個聰明嘅標籤。咁呢個光環效應下咧，光環效應嘅底下，咁呢個老師咧就會認為呢個同學仔咧，佢知道佢數學咧係非常好嘅，但係佢唔知道佢嗰個其他科目係點樣表現啦。但係即使係咁，佢都會下意識咁樣認為其他呢個學生嘅其他科目，譬如中文啊、英文啊個學科都會表現出色啦，甚至咧會認為佢有一個良好嘅學習習慣或者道德品質嘅。但係事實上咧，你唔同科目係對應係好多有相對嘅獨立性㗎嘛。咁你數學好唔代表中文好，唔代表地理好，係咪？唔代表體育好㗎嘛，係咪先？咁喺一個針對香港中小學嘅老師調查入邊咧，有65% 嘅老師都承認佢會對某一科成績特別好嘅學生咧，會抱有呢個更加高嘅期望，亦都更容易忽視佢哋喺其他學科嘅不足嘅。相反啊，係一啲經常遲到啊或者好溫皮嘅同學仔咧，嗰啲人咧，老師往往會認為佢哋係學習唔專心，甚至咧會更加容易去忽視佢哋係做功課時候嘅努力，或者係課堂討論入邊嘅積極參與嘅。呢種偏誤咧，其實係會影響呢個教師佢教學嘅公平性嘅喎，係咪先？亦都會阻礙呢個學生嘅全面發展，因為可能老師對佢有呢個片面嘅印象，從而咧對佢有呢個唔同嘅行為教學，係咪先？咁或者舉其他例子啦，喺呢個消費品牌選擇入邊咧，光環效應亦都係商家經常用嘅營銷策略之一嚟嘅。好多奢侈品咧會用呢個高端廣告啊、明星代言啊，或者咧精緻包裝、精緻包裝等等呢啲形式咧，去塑造出一種好高端、好精緻嘅品牌形象嘅。咁當消費者咧俾一種正面嘅品牌光環效應吸引嘅時候咧，佢自然咧就會覺得呢啲品牌嘅無論係質量啦、設計啦、
定係售後服務咧，都好過其他品牌。即使呢個品牌咧，佢部分產品嘅性價比上同其他品牌係冇呢個特別嘅差異。你譬如呢個蘋果手機 Apple 啦，好啦，消費者咧都覺得佢係有種創新啊或者可靠嘅印象嘅。喺光環效應嘅作用之下咧，好多消費者都會肯為呢個蘋果嗰啲叉電線啊或者手機殼去俾一個相當高嘅價錢。就譬如呢個 Kistify 啦，但係咧就會輕易忽視咗咧，有好多功能相近嘅第三方配件咧，佢有時可能會更加低價格，即係可能市面上有好多都係一樣插電線啊，或者保護殼係其他商家都會可能價格更加平啊，或者性價比更加高，但係佢都往往會選擇呢個蘋果佢嗰個公司出品嘅充電線或者手機殼嗰啲咯。好啦，呢個就係我主要講解何為呢個光環效應同埋佢點樣出現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多謝。